大家好，我是杨无敌。现在呢是星期日，利用周日的休息时间呢，给大家录制一个周复盘总结。在录制周盘总结之前呢，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有网友留言表达，面对我明年创业，然后第一颗种子种下去的这个言论呢，是一种欺骗的行为，是假的。我直面的进行回应，我以我的人格作为担保，明年公司的第一颗种子一定会种到地上去。你的这种质疑啊，我是比较进行理解的，就有点像持有股票的人和抛掉股票的人对于一只股票的理解和看法是不一样的。就像背驰我的粉丝和支持我的粉丝，基本上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就像持有股票和抛掉股票是一样的，抛掉股票的人希望它跌，持有股票的人希望它涨，不以人的意志为准，我是能够进行理解的。但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是日本经营之神和盛道夫的一个故事。和盛道夫曾经说过一句话：当渔夫出海打鱼的时候，并不知道鱼在哪儿，但是他们依然自信满满的出发，因为他们相信一定会满载而归。这句话送给所有的人。说完了这方面的问题之后的话，咱们言归正传，说一下它整个下个星期 A 股的一个走势。面对截止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消息面来自于昨天晚上，可以说委内瑞拉事件到底接下来对于全球的股票市场、原油市场以及贵金属的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接下来短视里边着重讲解一下这个。我认为在短线级别上，对于整个原油和整个黄金方向的影响基本上已经被压到最低，因为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如果说委内瑞拉能扛住第一个回合的话，大概率这个事情呢利好原油，同时也利好整个贵金属。但是目前为止，这个消息面基本上已经结束了，这个事情已经画一个句号了。它不像之前的话，很多市场还担心委内瑞拉事件，但是当这件事情画成一个句号以后，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利好落地变利空，也就是现在整个原油方向和整个黄金方向，在我看来有可能是偏利空一些的，而并不是利好。下周随时随地有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高开低走，无论是原油还是整个贵金属，因为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很多人不理解，委内瑞拉原油的储量截止到目前为止占的比例是非常之高的，并不会因为美国控制了委内瑞拉的石油以后会造成的价格的上涨。你要知道，董王是非常希望 CPI 也就是通胀数据是往下走的，而并不是往上走。如果说原油的价格不断走高的话，美国的通胀有可能是受不了的，这不利于接下来的降息。所以说，董王是希望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然后压低整个油价的，而并不是抬高整个油价。而且委内瑞拉这一次遭受打击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之前我提到的一个协议叫牙买加协议。牙买加协议重要的核心事项就是让美元绑定整个石油，但是你要知道，委内瑞拉的石油是用人民币结算的，而并不是用美元。这也是为什么美军袭击委内瑞拉最主要原因。而委内瑞拉这一次可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总统被抓了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首都问题。首都加拉加斯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离加勒比海只有11公里，用飞机的话说，一脚油就到了。面对临海这么近的一个城市，是利于整个美军搞突袭的。所以说，当委内瑞拉出现这个事情以后，在我看来，最应该做的是迁都，而并不是把首都还放在离海岸近那么近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北京，目前为止的话，它的防御主要靠的是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以整个渤海为内海。要知道，整个渤海之所以能够成为内海，是我们的教员。我们的教员当年把国际公认的3海里直接变成了12海里，把整个渤海变成内海，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吃教员的红利。变成内海以后，把渤海变成内海以后，它的防御主要依靠的就是整个辽东半岛和整个山东半岛，而以整个渤海为战略纵深，而整个天津作为整个北京京师的屏障，基本上这个防御措施是非常之完美的。所以说，当年我们的教员把3海里变成了12海里，是一件非常英明的决策，一直到我们的后人依然在吃它的红利。所以说，我们的京师基本上在战略位置上、防御上，包括跟战略重视是非常不错的。而整个委内瑞拉并不好，因为它的首都加拉达斯离加勒比海太近了，只有11公里，非常利于出奇制胜和突袭。所以说，面对现在目前为止，委内瑞拉总统已经被请到美国进去喝茶了。面对这个事情，对于原油和整个黄金贵金属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我看来，基本上就直接是属于利好落地变成利空了，而并不能把它完全当做利好来看。也就是很多人期盼的整个能源和整个黄金在下周一有可能会出现直接拉高式的走强的可能性，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很有可能是偏低的。所以说，面对整个原油，包括整个贵金属，在我看来就是利好消息落地以后，有可能变成利空，因为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而并不会持续下去。
所以说，面对一个不会持续下去，而且又已经落地的事件，在我看来，就是靴子落地以后，随时随地有可能会变成利空。而整个贵金属和原油方向，在我看来，下周一定要做好偏防守防御的准备，因为这件事情发展的太快，结束的也太快，在我看来，对于全球的股票上几乎不造成任何的影响。所以说，面对整个 A 股上，在下周的第一个交易依然有可能会迎来高开，而且有可能高开回踩以后回补完下去后，依然有可能会剑指4000点进方，并不会改变 A 股上原有的节奏。因为委内瑞拉这个事件，在我看来的话，对于全球的股票上微乎其微，因为它是在休市期间发生的，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说对于全球的股票上根本都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冲击。对于原油和贵金属方面稍微有一点点的影响，在我看来是不大的。这个委内瑞拉事件的看法。对于今天的复盘视频呢，就给大家总结到这里边，咱们明天再见。